咱过来看一摆今仔日个圣经站，但是咱要用华语的来看，你会看到一句真特别的字眼，咱注意来看。第5节，我们可以的话一起来念：约书亚，在你有生之日，没有人能打败你，我要与你同在，像我与摩西同在一样，我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你要坚强，要勇敢，因为你要率领人民去征服我许诺给他们祖先的土地。只要你坚强，非常勇敢，切实遵行我仆人摩西给你的全部法律，不偏左，不偏右，你将无往不利。你要常常诵念，日夜研读这法律书，使你能够遵守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样你就会成功，事事顺利。你要记住我的命令，要坚强，要勇敢，不害怕，不沮丧，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我上主你的上帝一定与你同在。这是一段咱讲起来嘛算真熟的圣经站。伊咧讲起约书亚记伫第1章，上帝已经将迄个责任对摩西来交伫约书亚的身上。约书亚是啥物人？约书亚其实伫出埃及记内底已经出现真久。约书亚伊真特别，伊是摩西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所派去迦南地12个探子内底其中的一个。有10个人讲去到迦南，遮个人受大汉、受大长，所以咱无法度得到遮个地。只有2个人真有信心在讲，这就是上帝要赏赐咱的，咱爱勇敢往头前来行。对2个，有信心的敢若2个人，一个加勒，另外一个约书亚。约书亚迄年伊40岁。经过这段，上帝全爱摩西带以色列百姓伫旷野内底，拢总说偌久？40年，互所有一切无相信的人伫迄个中间拢灭亡。然后入去迦南的是伫旷野出世的人，只有2个人例外。对2个人，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加勒伊入去到迦南，伊还阁约书亚讲，你要到伫即个所在，伊阁有真济山地，还袂征服。你将迄个上界困难的部分交互我，因为我要继续来征服迄个上帝所应允伫咱生命中间迄个好的迦南地。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约书亚。通过约书亚记，咱今仔日所读的第1章，咱今仔日读第5节，伊伫遮咧讲，你一世人的确无一人会徛牢伫你的面前。若是他们拄仔咱读的，伊讲起的，伊是讲啥？用迄个汉字的，在你有生之年，没有人能打败你。假使上帝若对咱讲即种的话，咱会欢喜无？伫咱的面前，无一个人会当徛牢。会当打败我。上帝用的是啥物？因为我要甲你三合伫地，亲像我甲摩西做伙共款，我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但是耶和华上帝伫即个中间，一摆搁一摆，伊伫咧讲，你着爱坚强，爱勇敢。然后到伫第7节，伊讲，只要你坚强，然后变啥？非常勇敢。头前是勇敢尔到伫第7节变做你爱坚强，搁非常勇敢。第6节讲起的是你要率领人民去征服我所许诺给他们祖先的土地。若是到第7节，伊爱伊做啥物？伊爱伊遵守所有一切律法，无偏左，无偏右。然后你将无往不利。所以今仔日我用
无往不利的人生伫遮做我讲道的题目。啥物款的人会当人讲，我是过着一个无往不利的人生？有啥物人有即种的本事，有即种的好胆，伫遮咧讲，我的人生是无往不利的人生。敢有对一个基督徒真好胆，甲讲，既然我向上帝求的每一个拢成就，敢有人敢伫迄个中间上帝讲，上帝啊，你着听我的祈祷。既然我所求的，你拢应允我。我想有时啊，咱若要用即款的态度，恐惊人会胆胆，人会惊。我是要安怎会当叫上帝来行？我是安那要叫上帝来做。总是特别的是，当约书亚伊伫即个中间，伊要征战，伊要带以色列百姓的时，耶和华上帝是一直甲伊讲：你着爱坚强，你着爱壮大。你着爱无惊，你着爱无累志，你着爱一直行去。既然你所行到的所在，我要甲你三甲地地，无人会当拍败你。是安那上帝对约书亚讲即款的话，因为约书亚所做的，毋是做伊家己要做的物件。约书亚伫即个中间，伊是真做上帝的工具，要完成伫早前人甲上帝所立的约。迄个约是亚伯拉罕甲上帝所立的约，迄个约是雅各所立的约，迄个约是以色列百姓因的祖先上帝所立的约。但是伫即个中间，互咱一个新的态度，甲上帝立约，上帝有应允，总是敢表示着我着坐伫厝内底，然后稳定赏赐全对天顶拼落来，绝对毋是。包括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章。迦南地是要赏赐互以色列百姓，总是伊由原爱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勇敢壮胆头前来行，因为你必须爱努力去得到我所赏赐你一切稳定。但是上帝嘛要互人孤单，伊伫即个过程，伊甲约书亚讲：我要甲你三甲地地。所以既然你所征战的，无人会当拍败你，但是只不过你一定爱勇敢壮大。我想这是一个真特别，互人会当重新去思考的。到底一个人的人生会当得到上帝的力量，会当得到上帝的应允是啥物款的情形？迄就代表咱毋免努力，咱毋免拍拼，咱毋免流血，咱毋免流汗，咱会当坐伫迄个中间来等待上帝国降临吗？我想绝对毋是。反倒是伫迄个过程的中间，爱勇敢壮大，行咱袂捌行过的路。你看到啥？这是一条路，真直的路。若是你的角度有好，光线会使，你应该是会当看到这条路是一个真处一直落去。尾仔是啥物所在？海。尾仔路的尾仔应该是树仔啦。树仔佫过咧，海佫过咧，山佫过咧。假使今仔日上帝甲咱讲，我甲你所立约的，我所要赏赐你的，就伫迄个所在。那安尼咱要安怎做？搁看一摆即张相片，即张相片是咱今仔日讲道上界主要的物件。即张相片内底你看到啥？看到什么？限速50，袂歹。一个就看到重点。伊有一条路，伊有一条线。这个路，这个线代表啥物？右去左回嘛，对不？好，这是一个我们在加拿大应该有的交通常识。然后你有看到啥物？限速50，嘛有厝啦吼，嘛有树仔啦。但是上界重要的是，即个伫路边即个限速50，都没有人呢，还要限速50，开快一点，早一点到，早一点到天家。为什么拢无人？路遮宽，一个路较短，你搁爱去看迄个限速50。
啊，若限数50，伫咱的信仰内底所讲的是啥物？即个限数50所讲的，就是伫咱信仰内底遵守上帝的律法。无论即条路顶悬有人也无人，有车也无车，你袂使凊彩，因为你所做的，毋是做互警察看，你所做的，毋是做互别人看，你所做的，是因为你的心中有一支笑，有上帝的律法，伫咱所行的路里，咱提醒咱家己，毋通偏左，毋通偏右，因为咱照上帝爱咱所行的，无论有人无人，拢照着迄个基工，一步一步来行。所以真侪时，对台湾来到遮，有时啊去到庄脚，看到迄限速50，拢总无人，你敢会去遵守迄个限速？我毋知影，总是今仔日伫咱的信仰内底，上帝爱咱遵守伊的律法，佮爱真勇敢，非常勇敢去遵守这个律法，因为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并无简单。但是倒转来讲，上帝应允约书亚是物？第一个，伊讲起无人会当拍败你，因为我要甲你三甲地地。第二个，伊爱约书亚去做的，毋是约书亚爱对一块土地，毋是约书亚爱做啥物伊个人的愿望，毋是约书亚伊爱食啥、爱做啥、爱啉啥、爱得到啥，拢毋是。伊爱做的是上帝爱伊以色列百姓所下的约。所以约书亚伫迄个中间是要成就人甲上帝之间过去所立的约，然后遵守摩西所有一切律法。上界重要的是爱常常读、常常念，为着要好好来遵守。这个物件无人看会到，这个物件毋是要做互人看的。然后上帝还阁伫迄个中间，阁一摆甲伊讲：你爱会记真。我减无命令你，爱坚强来。若是咱台语会讲，我减无命令你，你着勇敢壮胆，无得惊，也无得忍，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三甲地地。既然遵守上帝的律法，照着上帝的意爱来行，会当得到真好的结果。但是是安怎真侪时，咱伫即个中间会走精，会歪错。因为有三个心，咱爱非常注意，时时警醒，咱是毋是有即三个心？第一个是私心，第二个是贪心，第三个是野心。伫即个中间，互咱重新去看咱，伫咱人生所行的路，是用上帝话做咱的方式。要来达到咱家己的私心嘛？咱是用信仰来成做一个工具，为着要成就家己的私欲嘛？就是咱要用信仰来成做咱伫众人的面前，通得到好名声、好地位，或是伫迄个中间，会当有，互咱有无共款的舞台来行嘛？第二个是贪心，当咱知影伫上帝面前，祝福，咱毋是用真欢喜、感谢去领受迄种的祝福，咱颠倒是用一个比上帝搁较权威的角度在向上帝讲：上帝啊，你爱大大祝福我，因为你若祝福我，我1/10互你。所以毋知咱敢捌听过？即我捌讲过一个故事，伫过去阮的阿公。厝的头前大概50公尺的所在，所以足近的看会到50公尺的所在，啊有一间庙，啊迄个庙足趣味，迄个所在本来是一间迄是一个无起厝的迄个草地啦，杂草丛生的无人地啦，迄是政府的地，啊无人咧管理，但是伫迄个中间有起一个细间的寮啊内底。带着一个精神有问题，
讲较紧的，伊是去互关去啊。所以起一个寮啊，转家绑伫迄内底，因为伊有时会甲伊夹，伊有时会起笑，啊伊会后袂走，啊伊会做足侪对人有威胁的代志。但是无拍算，台湾捌有一段时间足流行六合彩。毋知咱敢捌听过六合彩？台湾迄阵捌流行过六合彩。然后六合彩开始流行的时，迄个寮啊，无偌久，全起厝起来，因为真侪人摕名牌去问迄个小的，结果迄个小的报的名牌阁有准，所以钓到的人全为着伊来起着迄个寮啊，迄个寮啊全起了变做厝，那个都是违法的建筑。然后你会看到足侪人，迄烟煞几啊年哦，几啊年拢安尼哦，你拢会当看到真澎湃的早顿、中昼顿、甲暗顿，人会款好起用食。所以伊全伫迄个中间有几啊年过着真好的生活，啊，逐个服侍伊亲像一个神。一直到有一天，伊间厝全去互讲掉。后来问看讲，哦，迄阵阮久久较有转去阿公的所在，然后较看讲，啊，啥那迄间厝无去啊？伊讲吼，因为最近报的名牌拢无准啊，所以吼，报名牌，伊讨名牌的人了足侪钱啊，全甲迄间厝甲讲掉。亲爱的兄弟，有时咱对待上帝就是安尼。咱的贪心，互咱要做咱上帝的上帝，所以咱用上帝来成做我达成我家己以外的物件的工具，甚至来完成我家己的野心。因为私心、贪心甲野心，所以互人伫上帝面前无法度找到家己应该爱徛在的位置，甚至是袂记迄个牌啊，限速50。咱会伫迄个中间爆冲，咱会伫迄个中间袂记上帝的律法，咱会伫迄个中间袂记限速50，是因为迄条路有一个真行的所在。你若无控制你的速度，冲到尾啊，损失的是咱家己。今仔日真侪是上帝的律法，毋是要限制咱。上帝的律法是要互咱伫遵守的中间得到平安。所以只要你遵守规则，你会当伫即条路的顶端真安然、真安稳行你着行的路。只要你愿意遵守伫遮的交通规则，你茫将日本的，你茫将英国的交通规则起来到遮用，因为你若用日本甲英国的交通规则来遮用，你会走对一道左右互换。所以咱就无法度安心伫路里开咱的车，行咱的路。亲爱的兄弟，无往不利的人生，伊一个真重要的基础是，咱必须爱起调伫上帝互咱的律法，照期工照步行，包括伫咱的服侍内底嘛同款。这是某一间教会因咧准备下底行。即间教会较大间，这应该叫阿公啊吧？即个阿公，伊真趣味，伊讲伊啥话拢袂晓，但是伊伫即间教会内底，真早就落去拜伊啊。我想真侪时，咱伫教会内底服侍，毋是只有徛伫讲台顶的叫做服侍。伫教会服侍，对大到细，每一个伫上帝面前拢真重要。假使咱伫迄个中间袂记伫教会内底至微细一个因所服侍的物件，咱会走进去，咱会产生野心、咱会产生私心、贪心甲野心，互咱袂记做伫至微细中间的，才是做伫耶稣的时阵。有时伫教会中间的服侍，就是伫咱人生所行的路，咱会设定咱家己的目标，咱真意爱要做一个真好、真伟大，然后会当成做一个无往不利、头前行去的人。
总是真侪时，咱伫迄个中间走前去，因为咱无将咱的人生目标设定伫甲上帝所立的约，用上帝应允来成做咱所要行的路。亲爱的兄弟，敢有人会记即顶礼拜讲道的题目是啥物？你为何而生？伫你的人生内底所要做、要成就的是啥物？你将你人生的目标设定伫倒？假使你将你人生的目标设定伫上帝所立的约，以及上帝应允的内底，我想你就会当好胆伫迄个中间，上帝啊，我向你所求的，愿你成就，包括上帝国的领导，包括伫世间要用公义、和平来成做人甲人之间建立关系开始。因为这毋是咱家己所爱的尔，这是上帝爱伫咱中间所立的约。司布真伫遮有一句话伊讲：如果你自称为基督徒，但却完全满足于属世的享乐与追求，你的信仰表白就是假的。做一个基督徒，毋是要用咱的信仰来成就咱家己的人生。做一个基督徒，是要成就上帝国以及上帝的旨意。当咱人生的目标愿意设定伫上帝国的领导以及上帝旨意得成的中间的时，咱才会当讲：上帝啊，求你予我一个无往不利的人生，予我伫所行、所讲、所做的内底，伫你所下旨意的内底，予我无往不利。一条路最后的路尾，其实是一间厝。边仔的树啊，然后有一间厝。我毋知影这是毋是人间仙境？总是当我行迄条路行到路底时，看到讲哇，原来这条路的路尾就是这个物件。马太福音第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愿咱每一个人，咱的人生在设定咱的目标的时，是将咱的目标设定伫上帝旨意内底，是用遵探上帝律法成做咱的准则，是用上帝所喜爱的方式来行伊欢喜咱所行的路，然后咱会当伫迄个中间讲：上帝啊，恳求你，予我有一个无往不利的人生。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伫阮人生所行的道路顶，阮捌设定过真侪目标。有诶为着阮家己，有诶为着阮的家庭，有诶为着阮的台湾，也有为着真侪阮感觉真好、真大、真需要去完成的目标。总是恳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伫设定阮的目标的时，将阮的目标设伫你所欢喜旨意的道路顶面，然后阮要向你来求，求你互阮有一个无往不利的人生，因为阮知你要甲阮三个面地。主，阮伫即个中间，搁一摆摆咧阮的心思意念，求你教示阮。通过阮所读的圣经，通过你爱阮所行的道路，互阮常常看见限速50公里的牌子，互阮伫阮人生所行的路障，无超越阮所无应该超越的所在。主，互阮伫无人的所在，也会当遵守你的律法，互阮的心得到平安。主，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向你求讨，求你赏赐阮一个单纯的心，互阮独独为着你的名来行义的路。求你，互阮无坐不万人的座位，互阮甲世间弱小的人徛起。主，求你，互阮无袂记
你爱阮做光做影，来照亮这个世界。主求你更加赏赐一个勇敢坚固的心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因为当阮出社会了后，才知影要伫即个社会、即个世界中间遵守你的律法，需要勇敢佮坚强。主求你，予阮伫所踏、所行的每一脚步，都有你的引带甲带领。予阮所成就的，毋是阮个人的目标，予阮所成就的，是上帝你应允伫阮生命中间所要赏赐阮的。愿阮将所有一切交托伫你的手中，将阮每一个人心思意念、家庭、工作、教会、社会、台湾、加拿大拢交伫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得成。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